头挽。葱仔、蒜头甲姜是台湾料理内面上重要的配料，无论是欠香也是鸭味，拢用得到。英国上元节有头挽葱这个风俗，挽了的葱仔敢会早回去厝。咱做伙来看葱仔的故事。虽然古早人讲正月葱，二月久，正月葱食就是上好食。毋过即马台湾规年烫天拢有种葱仔，主要的品种有3种：北葱、四季葱、甲大葱。北葱嘛叫做水葱，细颗，食起来较脆、较咸，毋惊热，毋过袂使无水。3月至6月种，9月至11月收。主要种伫云林甲彰化。四季葱嘛号做日葱，适合秋天种，就像伊的名，除了7月到9月产量较少以外，规年冬拢有通挽。伊的叶仔较大广，白色的部分较长，食起来较幼。四季葱主要种伫宜兰。大家人拢听过的三星葱，毋是品种，是种伫宜兰三星乡的四季葱。这个乡是伫南洋平原上悬的所在。葱仔咧大的时，袂去受到海风影响，而且日夜的温度差较济。葱仔大较慢，所以叶仔较高，佮较幼，食起来真好食。即阵台湾种葱仔的面积有4900公顷，主要种伫彰化、云林甲宜兰。葱仔有一部分是待伫土壤较深，因为日头晒袂着，欠叶绿素，才会生做白白。即果叫做葱仔白，顶面是青色的，是葱仔秆，下面叫做葱头。红葱头是葱仔的一种，毋过甲顶面讲的是无共种。这款葱仔是大到3、4个月以后，下面的头会变大，生做像蒜头安尼，一蔓一蔓。红葱头剁好幼，煎做葱仔酥上解芳。葱仔着无落雨的时收，若鸭淡会较紧烂。毋过葱仔袂使透中昼，足热的时阵挽。温度悬的时，叶仔较紧黄去。上好是透早也是下晡时仔挽，水分甲重量较袂失去，品质较袂歹去。葱仔挽了，着爱先洗好清气，放伫通风的所在好干，才阁摕去冰，安尼会使放4、5天。葱仔叶有背地性，要保存上好是放徛的，叶仔向顶头。若是放摊怀，叶仔就会弯翘起，较歹看。因为葱仔真粗俗，去菜市仔买菜，阁会送1、2支葱仔。这几冬气候变化，有时无水伤干，有时落大雨淹水，互葱仔哪来哪歹种，价销嘛哪来哪贵。加上即马也有一种葱叶仔高、真大枝的大葱，是做菜食，毋是鸭味料，所以葱仔的身价哪来哪好。头挽葱价好红，这个古早的风俗是安怎来的？英国人较保守，袂直接表达家己的感情。伫上元节迄天，女性会去教伊的人因兜的菜园，头挽葱仔，互对方知影。后来就演变做伫正月15迄暗去头挽葱，就会有好姻缘。一直到日本时代末期，战争时阵物资欠缺，
本地挽一两支葱仔的方式，煞变做偷挽菜，阁有人抗议去互人挽伤济菜去，所以这个习惯都无好去啊。日本人迄时会记载，是偷挽的葱仔甲菜，爱放伫原位，袂使早转去厝里，也无就无效啊。即马已经毋知是有人抗议了后，才袂使甲葱仔摕走，也是本地风俗规矩，就是袂使甲挽的菜炸走。葱嘛有聪的音，甲聪明的聪共音，所以葱仔嘛代表聪明。细汉囡仔一岁做多济的时，会互伊摸葱仔。若是咧准备要考试的学生，会送因葱仔。嘛有人会摕葱仔去拜文昌帝君。